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圣神生的是心灵。毋通因为我讲，恁就定出事来古怪。风要吹去倒位，就吹去倒位。你有听到声，毋过毋知伊对倒位来，对倒位去。大家对圣神生的嘛是安尼。主讲，恁若听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对爸求，伊会赐恁另外一个保惠师，通甲恁永远同在。伊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嘛毋捌伊。毋过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会继续伫恁内面。三角内吟圣诗164首，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。咱起立来吟。同齐出声，用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去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角来交托，启应文14篇，
也就是诗篇46篇，启应文14篇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烂。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野涌哗哗吼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列邦哗哗吼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一间站长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万权能荣耀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奇妙的疼，互阮领受生命的福音，佮赐下圣神保惠师，真侪阮的安慰佮帮助。伫阮软弱的时，安慰扶持，透过圣经的话语，向阮启示显明上主的心意。你来陪侍阮，恩典无限，带阮去调救主耶稣。今仔日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五旬节拍开天门，上帝赐下丰盛的供应，超自然的启示。圣神大能的日子，伫源起头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的神运行伫黑暗，下面空虚混沌的顶面，将世界带来处事。求你也运行伫阮中间，掌管阮的性命，得到明确的目标，恢复人类。甲大自然万美的处事，万美各种机类，无阁有巴别塔起造霸权的心理，互交战拢煞，疫情消失。亲爱的圣神上帝，感谢你伫教会历史行侪新业奇事，互阮知合一的重要。感谢你拣选阮，互阮有服侍主的机会，因为圣神的大能，你的智慧甲疼与阮同在，互阮的心向你拍开，放下自我、骄傲、自高、自尊，谦卑祈求主的旨意，恳求圣神带领阮的教会伫主内合一，来完成主所托付的各种事工，互基督的疼、上帝的救恩得到光传。恳求主上帝也感动阮早起的敬拜甲服侍，无论伫圣殿敬拜，也是伫线顶同齐敬拜，拢平平得到上帝丰盛的恩典，互软弱的得到坚强，病痛的得到医治。愿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想。
赞美圣歌队，因要用因信前行，带阮来敬拜。大家来共听圣经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11章1节到9节。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。第1节，迄时天下的腔口甲语言拢同款。因往东边迁徙的时，伫西乃地发现一片平原，就伫遐徛起。因互相参详讲：来，咱着来做庄仔、小头。因就用庄仔代替石头，用担仔架代替火土。因阁讲：来，咱着来起城造塔，塔顶通天，互咱出名，正免咱四散伫全地。上主落来，要看世间人起造的城甲塔。上主讲：看咧，
因是共一个民族，讲上一个语言，但因已经开始做即个事，以后因要做的，拢袂当甲因阻挡。来，咱落来去打乱因的语言，互因的话袂相通。上主就互因对遐分散伫全地，因就停工无去做迄座城，所以迄个城叫做巴别，因为上主伫遐拍乱天下的语言，佮对遐互人分散伫全地。以上讲到咱所敬听的牧师，伊今仔日要用行新世界来勉励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当阮三自集踮伫你面前献上敬拜的时，愿你的话亲自对阮讲话，互阮踮伫每一个角落，无论踮伫拜堂中间，也是踮伫任何一个所在，阮拢会通对你的话得到帮助，也得到祝福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。免，也这大家平安。几礼拜前，我受到 Sarah 的邀请去参加伊先生的迄个生日派对。去到伫遐的时阵，我发现，原来足侪对世界各国的人来到伫生活这个世界蔬菜中心。所以伫迄个场合内面。阮就发现，原来足侪人对无共款国家来，有诶对肯亚来，有诶对莫桑比克，有诶对美国，有韩国，佫有啥物尼泊尔。所有人踮伫遐咧讲话诶时阵，一开始佫会当认真听，甲因用英文咧讲。到一段时间了，我发现就忝诶。为虾米就忝诶？因为每一个人的腔口拢无共款，每一个人腔口拢无共款，所以愈听，也爱足认真听，才听有因到底咧讲啥物。所以伫咧对话的过程中间，就感觉愈来愈忝，愈来愈忝，就开始想，所以我到底啥物时阵会当转去就发现讲，原来虽然有当时讲共一款语言，但是对无共款所在的人。其实，迄个腔口完全无共的时阵，要沟通确实是真困难。我毋知影对咱大家来讲，学语言到底是简单还是困难的？对我来讲，老实讲，我嘛感觉学语言真困难。逐摆感觉学语言真困难的时阵，就会想到讲，为什么创世纪在1章内底上帝要安尼做啊？我感觉学语言实在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。毋过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踮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咱也看见咱所信靠的这位上帝，伊用逐款的丰富来踮伫这个世界中间行伊所要做的工作，也分散众人，用无共款的语言，用无共款的材料，共同咧行伫伊的旨意。今仔日咱读创世纪这段经文。我想，大家人对巴别塔的故事其实真熟悉。毋过，踮伫这段经文进前，咱会记哩发生过啥物代志无？伫巴别的头前，另外一个咱最熟悉的故事是啥物？挪亚拄着大水对无？拄着大水了后，咱会当看见整个的世界受到毁灭。所有的民族对大水了后，所有的民族拢是挪亚的子孙。上帝有一个应允踮伫因的家庭中间。上帝应允啥物？要生团济济，遍满这个世界。然后透过迄个经的约，宣告讲未来无阁有毁灭的代志发生啊。所以对一个悲剧了后，咱期待讲。看起来一切的故事应该爱调往一个较好的方向去行吧。毋过，啥物人会当设想？对大水了后，应该所有的故事是正面去行的时阵，
现在这个故事伫遮出现啊，巴别的故事就互整个的剧情开始搁长远啊。迄当时天下所有人拢安怎？讲共一款语言，所以因来到伫遮，因彼此咧议论。来吧，咱来起造一栋关塔，来起造一座城。啊，这个城会安怎？透到伫天，为虾米因想要安尼做？圣经对咱讲，透过这座城，因想要彰显家己的名，然后搁一项，除了彰显家己的名以外，搁惊讲咱受到分散到世界各所在去。所以咱会当发现讲，因为虾米要起这座城？惊吓，伫因的心内底有惊吓，因惊吓讲，阮受到四散，所以阮要起一座塔。啊，而且起一座塔了后，阁要互全世界的人知影讲，阮的伟大。人想要互人看见因的伟大，然后人阁惊讲，阮会受到四散。就着安尼，因的行动紧啊慢。因的行动足紧的呢，因的行动非常的紧，因为共一个语言、共一个想法、共一个目标，所以速度非常的紧。迄座城随时都起来啊！毋过上帝安怎看？当上帝看到这项事的时阵，因彼此咧讨论讲，因是共一个民族，讲共一款话，毋过这干那是一个开始那尔。以后因会安怎？做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搁阻挡因。照着安尼，上帝讲要互因的语言开始受到扰乱，互因彼此无法度沟通。伫整个的故事中，简单看见人想要爱的是家己的伟大，人想要看的是家己的伟大，低到忽略上帝的意向，冲突就点伫遮。真心啊！足侪年进前，我捌带青少年耍过一个游戏。我用足侪竹签互因，我讲好，咱即摆来起一座城，啊，起一栋厝，载恁起，足侪牙签互因，载恁起，恁想要起啥物城，家己设计，家己起。啊，后来起了，咱发现，逐个人拢起啥物城？后来我发现，所有人拢起101，所有人对厝的想象拢是101，就是爱起一座足悬的城。啊，我就开始问因讲，为什么恁对要起一间厝的想象敢若安尼尔？这个青年人会甲人讲啊无啊，因为逐工电视拢咧敢若看到101，看起来足悬的厝足水的，敢若看到安尼尔。所以，对起造一个城，对起造一个物件来讲，咱敢若存一个想象。有当时啊，踮伫教会内面，咱嘛受到即款挑战。今仔日的社会，今仔日的教会讲，咱要起造教会，咱要起造教会，毋过咱想要起造啥物款的教会？咱到底想要起造的是101，还是想要起造的是逐款？无共款色彩、无共款方式、无共款样式的教会咧。我真爱北美的牧者彼得森牧师，伊写一段，互伊感觉真深刻的反省。伊讲有一摆，当伊拄仔做牧师的时阵，伊甲一个较年长的牧师做伙出门，啊，因做伙开车，经过加油站，迄个服务的人员问伊讲。问迄个年纪较长的牧师，迄个牧师讲吼，我经营一间教会。伊讲我经营一间教会，但是迄当时啊，坐伫边啊，这个少年的彼得森牧师，伊感觉非常的 surprise。伊讲牧师的这份敢真正是经营教会吗？
开始伊就开始咧问讲所以到底牧师平常时咧做啥物？伊就开始分享讲平常时拢咧做啥物？开足侪会，设计事工，准备讲道，准备查经，写稿，看周报，探访，祈祷会，团契，分送喜庆，足侪。大概遮个物件，对迄个较长辈的牧者来讲，伊讲这就是一个经营教会。伫这两个人咧对话的过程中间，伊咧想一项事。牧师敢真正是完成这一切的工作吗？敢真正是完成这的工作了后，迄就叫做牧者吗？同一个问题嘛会当问咱家己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完成所有的任务，敢真正就是基督徒吗？对每一个会长，对每一个中职同工来讲，完成每一个事工，开每一个会。计划整个教会，也是团契未来的发展，这就是教会，这就是团契啊嘛。彼得森牧师就开始讲，伊发现一件代志，咱用起造教会这个语言，咧加看一项事，咧加看咱心内底想要互家己伟大的思考。咱想要加看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想要爱的是，互我较伟大。所以咱大家人拢会惊讲别人唔知我就无用。所以一直爱做足侪代志，做足侪代志，为着要迄互全部的人知影讲，看起来就真无用，看起来就认真，看起来有足侪项事，一直咧叮当，一直咧叮当。所以，咱会不断看见讲，伫这个社会、伫这个教会的范围内面，咱一直听到足侪策略，想要互教会得到起造；足侪策略，想要互教会会当真紧得到成长。毕竟，大家人想要爱的是，教会愈来愈大，敢有啥物无好吗？愈来愈侪基督徒，敢有啥物无好吗？愈来愈侪基督徒，敢袂互这个社会变搁较好吗？咱所要爱的，敢毋就是想要互愈来愈侪灵魂通得救吗？听起来无啥物毋对，毋过如果这是对的，巴别的故事到底咧对人讲啥物？如果他拄仔我所讲这个想法是正确的，安尼咱到底要安怎读巴别的故事？巴别的故事就会成做一段，互咱感觉真讨厌的故事。因为大家人团结，敢有啥物无好？大家人团结起来，会当合一，会当彼此沟通，大家人起造的速度愈来愈紧，这敢有啥物无好？为什么上帝要互这项事都失败啊咧？上帝安怎讲？头拄迄句话，因是同一个民族，讲同一种话。毋过，这干那是一个开始尔，以后因会安怎？华语讲为所欲为啊！因想要做一切的代志，无人会当阁阻挡。所以重点是啥物？重点是人想要爱的一直是想要满足我家己，想要互人感觉我真伟大，互人感觉我足厉害。互人感觉我的团契真大，互人感觉我的教会真伟大。到伫上尾啊，咱就会发现讲，这叫做为所欲为。也照着安尼，上帝互因四散到伫全世界，互因四散出去，变换因的语言。煞接即座城，阁会当继续起落无？即座城就无法度阁起落去啊！伫整个故事中间，咱到底看见啥物？其实上帝爱的嘛是合一甲四散，毋过伊所要伫的合一甲四散，甲咱每一个人所想的无啥物共款。伊所要爱的合一到底是啥物？上帝要爱的合一是全世界的人类踮伫大水了后，通过甲上帝立约。得到生命的溃烂，这叫做合一。
四线咧。现在四线出去是互咱到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所在，互生命得到养饲，互每一个所在的人得到眷顾，用上帝的形象来祝福整个的世界。所以上帝要爱合一甲四线是安尼，咱所要爱的合一是建立咱每一个人拢踮伫上帝的约。咱甲上帝立约，这是咱上界重要的合一。然后四线是咱线到伫无共款的角度伫遐，咱咧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作为。也照着安尼，人受到切遣进入每一个新的世界，人受到分散，共同咧回应上帝的听，通过无共款的语言、无共款的文字、无共款的能力。彼此学习去沟通，也彼此学习去听边仔的人到底想要爱的是啥物。人会当合一，是因为上帝的听，是因为上帝的呼召，毋是将眼光放伫迄个看会到的关塔，乃是看迄个永远上帝的角度。所以踮伫迄边，甲足侪国家的人伫遐咧对话的过程中间，会记你迄天有来办公椅大赛得到冠军，迄个肯亚的迄个爸爸吼，阮甲伊咧对话的时阵，阮就真自然问伊讲，因为伊拢是基督徒，阮就问伊讲所以踮伫恁遐教会大概是安怎？迄个肯亚的爸爸就讲，阮的教会，阮的国家吼，大概80%拢基督徒。阮就继续搁问落所以恁教会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伊讲，老实讲真无用嘞，因为80%拢是基督徒，所以会友大概偌济。伊讲，阮一个家庭大概拢生7、8个，大概搁生7、8个，7、8个搁继续落去，所以聚会了后，就逐个人踮伫家己的家庭中间，就开始聚会啊。伫咧听的过程中间，阮就发现，有当时咱对教会的想象也无啥物共款。踮伫台湾，咱真熟悉咱的环境，但是甲非洲的人来听因的故事的时阵，就发现，佫无啥物共款接对遮，咱才会来看讲，所以咱到底受到上帝的呼召，要建立的是一个啥物款的教会？彼得森牧师伊接续咧讲即项事，伊讲牧者毋是用商业的逻辑咧经营教会，牧师上界重要的任务是爱建立基督的使命。伊讲毋是透过商业的方式咧想讲怎样互教会起造足悬的塔，也是起造教会。互教会愈来愈臃肿，互教会伟大。伊讲上界重要的代志是，咱爱建立基督的使命。这个基督的使命安怎来？这个基督的使命是咱踮伫每一个时刻去听上帝的话，伫每一个时刻去观察到底上帝要做啥物，然后伫每一个时刻咱学习亲近上帝。去关怀身躯边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若是照着安尼，教会会行医治心灵的道路。就是咱毋是咧经营用商业的方法咧经营教会，是教会会当成做医治心灵的所在。也就是安尼，如果教会是爱行一个医治心灵的所在，咱就袂去问讲。我应该爱做啥物？我应该爱计划啥物时间？我应该爱安怎，互教会搁较发展？乃是爱转来到伫上界核心的问题。上界核心的问题是上帝踮伫遮，伊做啥物？上帝踮伫咱的教会中间，伊现在的行动是啥物？上帝踮伫咱的团契中间，伊所要做的到底是啥物？无咱会一直用行来服侍。我讲的用行来服侍是啥物？
啊，以前人遐济，现在我做会长，我做牧师，人才少要安怎？我敢袂足无民主诶。啊，因为无民主，所以阮开始用足济方法，用足济手段，为着要互人看见，你看我是一个真厉害诶人。咱有发现无？这是用惊吓来服侍。咱袂记哩去问上帝点伫遮，点伫这个时刻，伊咧做啥物？上帝点伫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刻，伊到底咧做啥物？伫这个咱拢受到疫情所影响，咱无法度亲像过去自由自在，出席自由自在来到伫教会的时刻，上帝到底咧做啥物？也就是讲，重点毋是解决每一个困难，毋是解决每一个问题，乃是点伫咱每一个感觉艰苦、每一个感觉无法度的时阵，去发现讲生命的奥秘到底是啥物？现在咱会拄着侪侪挑战，伫咱逐个人的生命中间，咱嘛有真侪过袂去的所在。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现在咱拄着身体的病痛，受着自由的限制，受着足侪，咱感觉讲为什么？为什么无法度解决？为什么无法度去面对？啊，为什么明明踮伫教会内面，上帝应该爱祝福，上帝应该爱解决我遮一切问题，啊，为什么拢无法度解决？咱有发现无？咱一直想要爱的是，上帝，你赶紧满足我心内底一切的欲望。咱袂记你去问，伫遮的事中间，上帝奥秘是啥物？伫遮的事中间，伫咱所感觉无法度控制遮的事中间，到底上帝奥秘是啥物？所以每一摆当咱聚会的时阵，咱咧学习是转到上帝的约，转来到伫上帝的约，但是搁一项真重要的是，咱嘛领受迄个四线的号调，迄个四线出去的号调去听上帝，你爱我伫每一个所在要做啥物？顶礼拜的主日，我受邀请到伫另外一个城市的教会踮伫遐咧服侍。啊，其实我对迄间教会无啥物认捌，嘛是忽然间一通电话来啊，迄个传道者问我讲，我敢会当去分享？啊，我嘛无想济，啊，我就接受啊。啊，接受这个邀请了后，我嘛一直咧问讲，啊，所以因到底爱我讲啥物啊？啊，伊嘛一直无甲我讲。啊，我嘛一直咧想讲，敢会因为疫情后来就暂停会当免去啊？啊，毋过到伫前一礼拜，因为甲我联络嘛，我讨遐个经文的信息了后，我就想讲，好吧，我真正完全毋知因到底拄着啥物代志，所以我嘛敢若会当照着上帝，互我会感动准备好我的信息，然后就安尼去啊。然后就安尼去了后，我一坐落来，我就发现，因教会的传道者，即礼拜上尾一礼拜踮伫遮服侍啊，我才开始，那甲我所想象完全无共款啊。然后开始讲到煞以后，就爱欢送嘛，爱欢送。啊，结果迄个传道者徛起就讲，咱的教会最近拄着真大的困难。啊，逐个人拢感觉真挫折，感谢牧师今仔日所带来这段圣经检菜，真做咱的帮助。啊，我坐伫台仔顶，完全毋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完全毋知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啊，礼拜煞以后，我才赶紧搁问因讲，啊，所以恁到底是发生了啥物事？后来伊私底下甲我讲，踮伫敲找新的牧者的过程中间，拄过一寡挑战，所以规个教会感觉足挫折，毋知影要安怎搁继续向前。后来我才发现讲，原来上帝，你今仔日带我来遮，可能是爱我做遮的工作。原来上帝，你爱我来到伫遮，是爱宣讲一个望的信息。
语言有真侪变化。虽然有当时听起来是台语、华语、英语这个问题，但是有足侪语言其实踮伫背后是无共款的。有的语言是望，有的语言是疼，有的语言是鼓励，有的语言是安慰。伫无共款听起来外表的语言的背后，其实咱咧敲吹的是上帝，你到底爱咱讲什么话？所以伫后来第2场的宣讲的时阵，我调整，我期待会当带已经教会兄弟姊妹调往上帝的愿望，也得到上帝的安慰。圣神降临节，咱拢在学习新的语言。咱咧学习新的语言，就亲像我头拄所讲的，毋是干那讲咱平常时讲台语，所以即摆学新的，是咱咧学迄个新的语言是啥物？是咱怎样用咱的文字，怎样用咱上帝踮伫咱生命中间的感动去讲安慰的语言，去讲鼓励的语言，去讲愿望的语言，去讲疼的语言。无共款的语言踮伫咱的四周围，咱才会发现讲，原来上帝才是起造的迄个人。咱是一直咧问圣神，你踮伫这个时刻，你要对阮每一个人讲啥物？所以最近我读到一篇祈祷文，互我真大的感动。伊安尼讲：圣神管理台，通过无共款的语言，阮见证，用阮需要的语言，阮讲话，互阮会当听见家己上界深的需要。是怎样照着你美好的旨意，通得到满足？这是需要的语言吼。伊讲圣神啊，愿你用阮需要的语言对阮讲话，互阮听到讲阮生命中间的喙焦，生命中间的骄傲，怎样受到你的美善来得到帮助？第二个伊也讲，用阮行兄的语言讲话。互阮听见家己对未来、对边仔的人、对家己的看路，怎样伫你内面通得到安息？是圣神愿你用阮行兄的语言来讲话。阮有足侪看路，对未来、对家己、对身躯边的人，阮有足侪的看路。毋过求你对阮讲话，互阮会当踮伫你内面得到安息。伊要继续讲，用阮感谢的语言来讲话，互阮会当听见家己、甲生活边仔的人、甲这个世界以及甲你的关系，怎样是因为这个诚实的感谢得到联系？这是感谢的语言。通过感谢，咱会当甲身躯边的每一个人，甲上帝结连起来。最后伊阁讲，用阮愿望的语言来讲话，互阮听见家己上界深的较无甲期待，会当毋干那是一厢情愿，乃是对你应允的回应。这是愿望的语言。互咱会当听到讲，咱上界深的较无，是对上帝应允的回应。所以讲，圣神愿你来，通过无共款的语言，咱见证，互咱听到需要的语言，互咱听到平安的语言，互咱听到感谢的语言，互咱听到愿望的语言。这个语言超越过咱认为的，敢若是无共款的腔口，无共款
的所在的人因所讲的话，是咱共同踮伫无共款的话内面去听见上帝你对阮讲话，上帝你要带阮行往一个新的世界。这是上帝合一，也是四线。上帝邀请咱线到伫每一个伊爱咱去的所在，踮伫遐讲出听的语言，讲出安慰的语言，讲出平安的语言，讲出愿望的语言。特别踮伫现在这个充满变化、充满挑战的时代，就安尼，咱会当建立一间医治心灵的教会，互每一个人的生命踮伫遮，咱得到改变；每一个人的生命踮伫遮，咱要行往新的路。无论到伫什么所在，咱拢知上帝伊的应允永远伫地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首诗：行往新世界。人掠准团结力量大，所以世界就好同心起造，一砖一塔，通成做悬塔。八丈堑悬，随时会到。到迄时，必然袂阁有惊吓，必然袂阁分散，会当彰显家己的名。咱会知，自治就是要四线，四线诚做美好。百花踮伫遐争鸣，万物拢唱上，多元丰富，绚丽夺目。我看见新的世界，自治就是分散。分散要诚做美好，无论踮伫什么所在，咱拢要讲起上帝水的语言，咱拢要讲起愿望的语言。咱要做伙透过这条信息，诚做咱的回应。咱也做伙来看咱新的一段的歌词，咱做伙来读，人即团结力量。起落造塔自强，高升地位名声，自满骄傲放纵，受赶天边海角，拓展全新世界，多元辉煌流丽，万有欢呼精彩。通过这首信息，要诚做咱的回应。咱要做伙行往新的世界，讲无共款的语言，来讲起上帝奇妙的约。请咱做伙来念这首信诗。团结力量，起来做个他自强，歌声地起为名声，祝福百汉骄傲风潮，小歌天气比海角。抓紧新世界，多元归给昂流力，万有丰富精彩。关注出个你星球，看我最给我不可。
行出我的路，咸菜地去我安眠，假是山坎亲近，主若是去你旨意，我惊无要言辞。我个苦亏难，也无去经我的悔，无了家己在目，哪还已经未去的悔？只有的去做紧抓。通行途东路东，主你看我去看我，有阮当拢无错误。虽我苦阮白灵中，高有是是坎坷，我若受我做退休，是今朝我的安在自在，愿世界界真罪过，拢袂伫去做面前。最恩上帝国，是今朝美妙天地。请咱同齐来祈祷，主愿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互阮听见你的话，互阮听见你的心意，也互阮甲你建立永远的约。通过安尼，阮会当四线到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。踮伫遐，阮要讲疼的语言；踮伫遐，阮要讲安慰的语言；踮伫遐，阮要讲平安的语言；踮伫遐，阮要讲鼓励的语言。有足侪无共款的语言。愿知这拢是你的丰富，求你使用阮每一个微微的罪人。当阮讲话的时，阮带来祝福；当阮讲话的时，阮人见证上帝你永远的应允。通过安尼，阮见证你的名；通过安尼，阮建立一间心灵医治的教会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圣经学堂咱读到马可福音第8章第1节到21节，所以也请咱做伙第2来看吼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所以咱本来今仔日要守圣餐，咱就先暂停一摆。但是第2堂礼拜后，咱要踮伫咖啡屋来召开小会，所以请咱的小会员来出席参加。过来咱原则上咱有定点伫8月初7的礼拜中间要举行洗礼甲健身礼，所以有要接受圣灵洗礼甲健身礼的人，会当请咱踮伫7月3号进前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吼。若是有要小儿洗礼嘛，会当趁这个时间来办公室这边来报名。好语言交换团契，咱即礼拜拜2会休困一摆，因为 Sarah 爱去到伫台北，所以咱会拜2会交换团契会休困一摆吼。好今仔日咱有一位新的朋友吼，伊是谢丽恩同学，伊对外面来遮佚佗吼，谢丽恩同学伫后壁，咱欢迎伊。好嘛，感谢主，咱久久无看到地长老，所以咱我是爱愿上帝祝福。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。咱嘛知影踮伫这段时间，咱无共款的兄弟姊妹中间有需要关心甲代祷，咱嘛会当，咱若是知，咱踮伫祈祷中间，踮伫电话，会当彼此相招好、相关心吼。以上做遮的报告。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。圣诗第390首，阿乐天父万福本愿，咱起立来吟。阿乐天父万福本愿，宽临极大真该交真。受上帝祝福，圣神愿你来，将逐项无共款的运数、无共款的材料、无共款的语言，放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会当活出你的丰富，互阮会当见证你的疼，到伫世间的路尾，也愿这个祝福临到伫阮众人对答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